越嚟越多嘅美國人正在出走美國。近年來，一種被稱為美國出走潮 （American Exodus） 嘅現象咧，正在係形成嘅。美國政府公佈，截至2024年為止，已經有900萬名嘅美國公民離開美國定居海外，放棄美國國籍嘅人咧，仲屢創新高添。到底係咩原因令到呢個世界第一大國嘅國民選擇離開呢？到底美國發生咗咩事呢？移民多角度，從移民嘅角度睇下天下事，就算你唔移民都可以睇下。睇片之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作為對我哋嘅支持。撳埋個鐘仔，你就會知道天下事啦。美國夢正在消失，近年嚟越嚟越多美國人選擇反向移民離開美國，究竟係點解呢？今日就用幾分鐘話俾你聽個真相。第一，政治兩極化同埋社會撕裂，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嘅對立咧，已經從政治辯論升級到咧政治內戰啦。而美國本土對墮胎權啦、槍支管制、LGBTQ 等議題咧，亦都引起嚴重嘅對立。再加上2021年國會山暴動之後，大量溫和派嘅選民對政治體系咧已經係徹底失望㗎啦。我喺西班牙同埋葡萄牙考察嘅時候咧，遇到好多美國人到呢兩個地方睇樓，準備通過黃金簽證計劃咧移居歐洲嘅。咁我就好好奇問佢點解要咁做呢？佢哋不約而同都係話俾我聽以上嘅原因，甚至乎咧有啲人話俾我聽佢唔中意美國現任嘅總統添。第二點，經濟壓力同埋中產階級嘅萎縮。根據美國政府公佈咧，2021年嘅通脹率咧係高達7%嘅，2022年同埋2023年咧係依然高企，高達6%。基本生活嘅成本，例如住房啦、醫療啦同埋教育嘅開支咧，已經吞噬咗美國普通家庭嘅收入㗎啦。再加上實質工資增長停滯，令到中產階層咧比例從1971年嘅61%已經降至2023年嘅50%。全美房價中位數1980年咧係64,600蚊美金，今時今日係416000蚊美金，好多美國人咧都買唔起樓嘅。過去2年咧，我同美國住嘅朋友通電話嘅時候，佢哋第一件事咧就係抱怨美國嘅生活成本超貴，係佢哋住喺美國幾十年嚟咧都未見過嘅。第三點，公共安全惡化。2023年美國全年發生咗超過640宗嘅大規模槍擊案。三藩市嘅商店盜竊案咧係激增咗300%，芝加哥嘅兇殺率咧係25年嘅新高，所以有76%嘅美國民眾認為美國嘅犯罪問題係失控同埋嚴重嘅。而最令美國家庭擔心嘅係大規模嘅槍擊案入邊咧，有82次係校園槍擊，全年死於槍擊案嘅人數咧係超過42000人，加上毒品等等嘅社會問題，令到好多美國嘅家庭咧決定出走美國嘅。第四點，醫療教育問題。美國係全球最高人均年醫療開支嘅國家，平均每人達到13000蚊美金。但係咧有2800萬人咧係冇醫保嘅喎。大學學費嘅貸款總額咧已經突破咗1.7兆美元。亦都因為資源嘅問題咧，美國嘅幼稚園到中學嘅教育咧，根據 OECD 嘅排行榜已經跌到落第38位㗎啦。眾所周知，美國醫療開支咧係非常昂貴，而醫療嘅福利咧並唔係想像中咁完美嘅。相對歐洲嘅全民健保啦、完善嘅保險制度啦，同埋優質嘅免費教育，好多美國人都覺得歐洲國家都能夠提供到一啲美國冇嘅生活安全感。第5點，環境同埋氣候嘅威脅。美國近年嘅極端天氣同埋天然災害，例如德州嘅冰災啦、加州嘅火災啦、佛羅里達州嘅颱風咧，都令到好多人喺財物上面有損失，甚至乎係家破人亡，令到好多美國人都反思佢哋係咪繼續需要住喺美國呢？西班牙可能係美國人最喜歡移居嘅國家之一。截至2024年1月咧，已經超過咗5萬名嘅美國人登記居住咗喺西班牙，比起2022年咧多咗超過1萬人嘅。我相信係因為西班牙豐富嘅物質文化遺產啦、合理嘅生活成本啦，同埋西班牙嘅黃金簽證係可以買樓係有一定嘅關係嘅。除咗西班牙之外，天氣宜人、氣候溫和嘅葡萄牙咧，亦都成為美國人熱門移居嘅地方喎。根據統計，淨係2024年1年咧，已經有超過14000名嘅美國人定居葡萄牙㗎啦。相較2017年至到2022年之間，呢個增長咧已經超過咗3倍㗎啦。可想而知，大量嘅美國人咧正係移居葡萄牙。
我諗佢哋揀葡萄牙主要有幾個原因，第一就係可以用英語溝通啦，生活成本低，同埋黃金簽證嘅投資選擇咧相對低風險嘅。今年西班牙政府將會取消所有嘅黃金簽證，我估計未來咧會有大量嘅美國人湧入葡萄牙添。除咗西班牙同埋葡萄牙之外，巴西係第3個好受美國人歡迎嘅國家。根據統計，2021年已經有超過7萬個美國人定居咗喺巴西啦。綜合各媒體嘅報導咧，呢個趨勢咧係有增無減嘅喎。從2013年到2022年期間咧，美國到巴西投資咧係增長咗超過16%嘅。巴西嘅低成本、高品質嘅生活，再加上政府近年推出唔同嘅簽證，例如通過買樓啦或者投資喺巴西開公司嘅簽證啦、數位遊牧民族簽證等咧，都吸引咗唔少嘅美國人定居巴西㗎。有人辭官歸故里，有人漏夜趕科場。我哋唔一定要講美國嘅唔好，其實咧美國咧仲有好多好好嘅優勢嘅，仍然擁有全球最頂尖嘅創新科技同埋生態系統。第二，高等教育資源無可替代。第三，美元短期難以被撼動。相信未來美國政府為咗填補人口同埋資金嘅流失，可能會維持相對開放嘅移民政策，嚟到吸引新嘅資金同埋人才到達美國發展嘅。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已經宣布咗500萬美元嘅美國黃金簽證，呢個已經明確展示美國需要移民同埋需要資金。到底依家咪尋求美國以外新嘅移民地方，定係移民到美國最佳嘅時機呢？留言話俾我聽，你會選擇邊個國家？記住訂閱追蹤我哋嘅頻道，獲得更多移民天下事。